我们的主题找到了哈。我主题你个周一有达古拉十号。有拉古古。就是达古拉。古拉。嗨。有品吗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要看你想要说什么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还一转一转。我看一下。有概念的哦，妈妈来讲啊。青蛙在树上。树蛙吗？对，就是这样子哈。妈妈她有想到，要先想到位置，对不对？啊？一浪。等一下，这个书写不能这样书写，对，绝对不可以习惯了，要改，这样会扣分的。一浪。嗨，好，下一句。好，对。青蛙在干嘛？马马。喜欢不会，他喜欢吃虫吗？好，来，就这样。我给你一个五页，来。达古拉。这个是什么？一个蝗虫。达古拉喜欢吃蝗虫。一树。多。如果到时候不知道蝗虫怎么念，说就随便啊，就法物啊。对，虫。对，可以，很好。就这样。对，好，你看你们又进步了哈，又知道是什么虫，你可以写什么？毛毛虫。对。对不起，不是这个。对。好，来，那个慢下记一下。伊拉古，达古拉，伊拉，毛拉，达古拉，一树，杜。好，来，好来。只达古拉。绝对不是他。不是。好，我们研究一下哦。好，来。我写错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做。好，我们研究一下哦。来，我们念一下来。拉古，达古拉，伊拉，马古拉，达古拉。一树是米吗？嘟。很好。刚刚接着妈妈的那个逻辑很对哈。伊拉布达布拉伊拉，马欧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达布拉，它是不是一个名称？我们刚刚没有讲到。写在下面。名称前面要加什么？马欧拉，或者是它是什么？因为你现在讲的就是它嘛，它是主格。跟那个阿狸在那个伊拉古的古一样吗？你诠释的东西是那个情形是不太一样的哈。有啊，它是主格嘛。最主要就是讲它这个。这是一样吗？一样的意思，它就是主角是不是阿里赖？所以一样，它的那个怎么讲？它的身份呢，可以是名词，也可以是动词，但是它真正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，主角是他嘛，那就对了，他就是主格。所以这些名称我不喜欢讲，是因为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的哈，头痛哈。好，刚刚你那有抓到哦哈。马乌拉少了这个对不对？古达古拉它是不是主角？你要记得主角前面要加古达古拉你嘛，应该你可以把这个加进来啊。这个是你。好，
当你在考试的，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在错中成长哈。当你这句好好的一句话，你突然跑出来一个你的时候，你现在对谁说呢？我们就变成不知道是怎么了哈。好，马乌拉乌达乌拉达乌拉，怎么样？对，我们把古马恩哈，这是赌嘛哈，因为你书写不能这样。哎，最起码要这，我们英文的话就看得懂了，可是这里不行哈，所以这个是不行的，要用什么？古马汉。古马汉。哇，我的头已经脑袋已经有点短路了。好，很棒哈。所以他正在做什么动作？吃的动作多慢。哩，对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就你们自己在创造哈，在这个里面呢，刚刚那个图，这个图，你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哈去找出你们想，这个都比较难，对不对？好，有简单的啊，这个你看到两个人以上，你可以讲哇哇哇哇。好，这个滴哩滴哦，咪能都滴哩滴哦，事实上这里面都有那个什么那个。高中版的对，里面有很多词句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子套用。好，很爱走好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我们把这个两句把它念完。阿里赖的故事跟我们达古拉的故事来。好来。阿古阿里赖伊达拉马古拉格古。古马恩图阿里赖，很好。伊拉古达古拉伊吉拉，毛拉古达古拉毛拉古马恩图比利。嗨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刚刚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。你说，不一样吗？因为我这边是打过啊。那为什么不能用笔数呢？可是，就好像我们写文章前后还是要有对照哈。奇怪，为什么我那边可以用打过，这个不能用笔数？好像随便用可以的样子啊。好，当你把它念出来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不对哦。好，这个就是练习哈。希望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哈，去深入我们的主语哈。嗨。Hadilabi, pilih kita ini. Arai sini. Hai, arai kamu pilih dai. Hai. Hadilatu.